大家好，威文今日會介紹星海提案5座頂層，一個面積2001尺，4房3套連平台及天台嘅單位，我哋大家一齊出發去睇睇。星海提案坐落港鐵火炭站旁，背靠9套山，前臨城門河畔。呢個單位嘅特點係客廳設有 L 型嘅大幅玻璃窗，景觀開揚。窗外一片綠油油嘅山林景色，私隱度又高。單位客廳闊度大約4.1米，而客飯廳全長大約7.4米，可以擺放起愛大型嘅家私。屋苑亦採用新科技，屋苑住戶證內設有晶片，住戶只要隨身攜帶住戶證，喺步入住宅大堂，大門感應器就會識別到住戶證內嘅晶片，而自動開啟。呢個工人套房亦設有通風窗。喺客飯廳嘅中間係廚房，採用 L 型嘅工作台，亦有大型雙層雪櫃、焗爐、洗衣機，設備齊全。廚房嘅中間亦有一道門連接中島，亦設有咖啡機、紅酒櫃，方便招呼朋友。喺假日叫埋3、5知己喺呢度飲下紅酒、傾下偈，都係一個享受生活嘅樂趣。屋苑除咗住戶專用車位之外，亦設有訪客車位，方便訪客使用。客廳旁邊有一個大約10平方米嘅平台，可以飽覽城門河景。假日喺度舉行家庭聚會，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相信最開心嘅都會係小朋友啦。嚟到走廊嘅位置，右手邊有一個儲物房，而左手邊就有一個洗手間，設有通風窗，亦都方便客人使用。旁邊係一個套房，套房浴室設有浴缸，套房兩邊設有大幅玻璃窗，採光度非常理想。由內至樓梯再上一層寢睡區。首先係一個家庭娛樂室，可以喺度睇下書或者俾小朋友玩下。跟住一間睡房，大約有12.3平方米，亦設有兩邊嘅玻璃窗。旁邊係主人套房，設有工作平台。屋苑設有特別嘅排水系統，單位地台去水位設有 U 型隔氣喉管，確保隔氣彎位長期保持水封而不致乾固，降低病毒傳播機會。主人房對面亦有一個浴室，配合家人使用。再由內至樓梯上天台，天台大約有72平方米。屋苑會所亦設有室內泳池、24小時健身室、按摩池、桑拿室、餐廳及鋼琴室等等。而平台亦設有寵物公園、泳池、緩跑徑及不同類型嘅遊樂設施。介紹完畢，多謝大家。